大家好啊！我係世紀21 Leo 啊，今日帶大家參觀就係海淀灣嘅兩房單位啦，實用面積477尺。咁我哋首先望一望嘅景觀先啦。好，就係泳池景啦，同埋環境都好整淨嘅。最重要就係風涼水冷。之後就直入大廳啦。好，咁我哋參觀下個廚房啦。廚房非常之實用，都企到2至3個人。好，之後我哋就入嚟參觀下啲房同埋廁所啦。左手邊就係廁所啦，名廁有窗啦。包括右手邊就係客房啦，然後最後就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景觀都係向翻池景啦，然後就 L 廳啦，都望到東南嘅山景嘅，所以見到都非常之光猛。好啦，今日帶大家參觀完呢個海淀灣兩房單位，睇下有冇興趣啦。再講埋個配套啦，依家就樓下就有巴士站啦，出去九龍、觀塘、荃灣、大學、香港都有嘅。同埋呢個屋苑最重要係養到狗，同埋有充電位嘅停車場。有需要就聯絡我63050330。好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買樓怕中伏，揾奇豐至輕鬆。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凶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凶宅可能性。100萬房價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21奇豐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